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六时关嘅欢收看11月2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过去有关焚化炉地渣，拢是市府委托厂商来处理。不过前阵啊，却发现业者将地渣乱弹，造成污染，所以市府环保局为了彻底解决地渣再利用，早伫全国头前对德国引进设备甲技术，伫城西义卖场边啊设立了全国第一座的焚化地渣处理厂。该厂伫上午正式启动，会中环保署长李应元嘛亲自南下肯定，希望全国会当学习台南将废弃物充分利用的做法。3、2、1，请按钮，设备启动。启动仪式过后嘛，向前担市的废弃物资源再利用，走向全新的里程碑。过去焚化炉的地渣拢是市府外包予厂商处理。但前阵啊发现业者乱倒，造成当地污染，所以市府为了避免未来持续发生这款状况，同时嘛加强地渣资源的再利用，所以特别引进德国上新的设备甲技术，开了1亿1000万，打造这全新的焚化地渣处理厂。每一档大约会当将88000吨的地渣处理，并且作为再生燃料。立刻上午，环保署长李应元嘛特别南下见证，伊认为这是其他县市拢会当学习的，这款的处理方式才当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环保署就是以多元垃圾处理方案来协助我们各个地方政府。像我讲，因为像农业县有农业县的农业废弃物，它可以做生质能源的一个发电处理。那像这样比较工业化的城市有事业废弃物。它垃圾的品质还是成分底渣的成分不一样，所以我们鼓励各个地方政府有自己的做法。高兴我们台南第一座，也是全台湾第一座由政府来拥有来兴建的底渣处理厂。好，那我们这个底渣处理厂完成启用，我想对于底渣的再利用的处理的这个品质等等，可以得到更好的确保。那让这个再利用可以更被民众更被使用单位来信任，那也让底渣的去化可以更顺利。那我想就诚如署长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范例如果顺利成功，可以作为全国其他县市推广的一个借鉴跟参考。那我们希望可以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底渣厂的一个启用那让台南市的环保更加的好更成为宜居的一个城市。环保局表示，伫焚化地渣处理厂启用的同时，马正规划建立加工厂或者是制装厂，以建立完整的废弃物处理循环经济园区。未来粪扫烧了后所产生的地渣，由产出到处理，一直到加工以后的最后再利用，将会当由环保局以一条龙方式自行处理。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串联南区黄金海岸等滨海观光资源，市府地政局11月开始已经启动气球甲原理的市地中划作业，其中也个要同步办理原理人工湿地甲原理新市场的兴建，嘛当地民众拢相当的期待。对此，台市长李梦燕嘛高度关心，提出计划。对原理活动中心向南看过，这片就是已经审议通过占地29公顷外南区气球原理市地中的案，市府预估对108年开工。对此，市长李梦燕30号特别前往视察，表示市地中划开发期间，市府同步开辟原理的人工湿地以及原理市场的 BOT 兴建案，就希望速地开发的时停。互原理早一天有更加优质的公共设施，甲完善的生活机能。伊个希望年底、马年车这个部分就会使来发包。现在这个市场的部分，11月份它就会公告这个招商了。也鼓励咱在地的摊商大家一起合作组一个公司来投标了让这个新的市场可以来服务
咱家的乡亲，所以大概是目前这一个进度啦，会中这些南区议员，包括蔡淑惠、吕伟英、甲曾玉珠，拢高调关心，并且已提出地政局、甲工务局针对后续工程进度简报，希望政府透过市地中划所无想处理公共设施，包括未来湿地公园、甲新的市场等工程规划设计，一定要尽速展开。等新闻军及采访报道。为了维持选举进程的治安，防止帮派用暴力，或是借着政党来介入选举，所以警政署日前要求全国分区同步进行扫恶。对此，台南市警察局跨县市合作，分别伫台南、台中、中华甲桃园侦破4个帮派集团，目前正深入调查，嘛充分展现咱扫恶的成果。即届的扫恶行动，台南市警察局伫咧台南地检署的全力支持，总共开出44张的搜索票，并且调集各分局的警力，结合刑事局、调查处等，分别伫咧台南、台中、中华、甲桃园等，抓到致命专案4个人，共犯27个教案，并且查到违反选罢法1件、毒品9件，以及网络诈骗、窃盗、组织犯罪等成果丰富。警政署为了净化选举治安环境，颁布了全国分区接力扫黑活动。那么昨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在台南地检署的指挥下，会同市调处，还有刑事局的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总共就执行了4股黑道势力的收网行动。那么昨天总共带回了有44个人。那么这4股黑道势力，他们是分别涉及暴力讨债、违誓，或者是索讨保护费，或者是索讨竞选经费等等。那么这4股黑道势力，经过昨天我们永康第1分局、第3分局以及第6分局执行扫黑活动以后，通通予以带回侦讯。那么在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如果有黑道介入选举，那么检警调海巡还有政风等等各单位都会严正全力来侦办，防治所有的暴力介入选举。其中，永康分局检署朱联邦信堂、台南分堂的李姓堂主加成员总共14个人告案。嫌犯以永康作为地盘，专门向特种行业来威胁、讨保护费以及暴力讨小等，并且以恶道的势力介入基层里长选举。现场并且查到空气枪、棍棒、加 K 他命、讨小的委托书等物证。目前专案搁伫咧调查当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虽然中油对今年10月宣布到年底进前油价拢未起，不过影响全台湾基层建设重油，却传出中油甲台塑拢想要起，却唔敢起，所以联手减少重油的出货量。对此，副会长郭信良就表达忧心，想透过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介入调查，看感受联合垄断。根据了解，重油是原油提炼起柴油以后所剩落来的动质油，因为粘度较悬，大部分拢用伫咧铺设道路点甲使用。毋过，伫咧中油宣布影响民生的汽柴油冻涨以后，业者嘛传出中油甲台塑想要调起重油的计划，连带影响到出货量甲基站的基础建设。台南市政府正发包的公共工程发包袂出，因为伊无当摕到淡仔加的来源计算无稳定，所以发包袂出，影响到整个工程的时速甲发包。第二，较严重的就是讲，一般的小包、土包啊，伊摕到公路线或者是乌坑、补坑，简单的公路时速，因真毋敢做工课，因为无淡仔加油，通个来铺设这个淡仔加。乌坑落了拢简单用铁片囥的，暗的尔，这影响到整个基站经济建设真大，而且人民生命安全嘛受到真大的威胁。所以我直接开这记者会来讲，政府你是毋是应该公平会介入调查一下，
是不是有这种情形？副议长郭信良强调，虽然咱市点仔甲厂有甲中油签约，并无影响出货量，不过民间的厂商大家拢叫苦连天，因为出货量减少，大家等无动油。对此，副议长呼吁，希望政府公平会用个介入调查，到底是毋是有联合垄断的状况。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是一个祭坛，对，就是他会用那种仪式，对，用仪式，然后奉献。他不要管他了，他应该去厕所吧？对啊。是吗？刚不是才去过？就是他，灯怎么关了？奇怪。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很奇怪哎，搞惊喜哦！许愿。我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健康。哦，老梗哎，你在客套什么？快吹蜡烛，吹蜡烛！耶！18岁了吗？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当然啦，参加公投嘛，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啦，你们不知道吗？真的假的？真的，这就是那样。你们两个上不了什么天，给我站起来！说，你刚给我们点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这么好笑？也让你们用上课时间在这里聊天，不说是不是？季柔，告诉老师，他们两个刚刚到底在聊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那你要扛他们两个是不是？老师，你不要动他。我说。我刚刚说的是，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老师，我有问题。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我有话想要跟大家说。请说。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一千同学讲的非常的好。还要谨记5不4要：第一，不可携带手机和摄影器材；2，不可撕伪或吸出选票和公投票，也不可以盖私章或按指印圈选；4，不可将异物投入票轨；5，不可出示选票或公投票。还要记得携带身份证、印章，还有投票通知单。没错，要注意哦，只能使用投票所提供的圈选工具。8岁以上要记得参加公投，20岁以上则要记得去参加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还有公投哦。11月24要记得投票哦。哦，对，投票。学姐，我有话告诉你。什么话？就是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经济部南台湾创新区第3档前开设艺廊以后，就积极甲在地艺术家以及艺文团体合作，希望利用艺术来刺激科技人才。立刻上午，云地邀请出身两家有山中画家之称的郑玉山老师来办个展，透过4段主题优的创作，呈现完全无同风貌，相当精彩哦！透过镜头做回来看卖。
热爱大自然的郑宇商老师会当看到伊的作品，充分展现大自然的水。同时，老师嘛热爱台湾的乡土民情甲生命力，所以作品当中嘛有真侪农村的风貌。即摆伫南创艺农的展览，以4大主题来呈现。除了台湾的风貌以外，嘛有美洲甲澳洲的作品。希望来欣赏的民众会当看到老师作品当中的精神。同时，即摆嘛有展出一幅真特别的汉字修行，除了是关怀土地这个系列当中上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以外，嘛被外界称作弥勒10岁台湾版。我此幅画作的构图可以让人联想到弥勒的10岁，以山与弥勒是同样的心境。我们用画笔来创作赞颂大地田园与农人劳作的姿态，呈现农人为这一块土地付出的汗水与辛劳的劳力、辛勤的劳力，使人们有粮食享用。这种默默耕耘的情操值得大家敬重。这具有生命力与撼动人心的一幅画作《番薯收成》，代表台湾农作物最有力量的指标。郑宇商老师跟经济部南创园区合作，艺术与科技的邂逅。那有关艺术的部分的话，主要是要呈现郑老师艺术创作的理念。那科技的部分来讲的话，比较特别是借由 Sunburst 艺术品牌跟企业创新来合作。画作的色彩丰富，同时嘛优雅朴实的美感，充满着大自然的生命力。如果对老师的画作兴趣民众，麦当到经济部南台湾创新园区欣赏，感受老师创作的美妙。但新闻古博以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医疗资讯，因为困眠障碍严重的人有可能因为暂时停止喘气，威胁人体健康，所以安南病院整下真侪医疗专科正式成立困眠中心，嘛希望所界有真侪需要检查的人潮，会当早一天检查，量早接受治疗。因为严重的睡眠障碍，包括呼吸中止，将影响到人体健康。根据台湾睡眠医学会的统计，全台大约有45万人得到这种的症状，而且该症状必须要靠着睡眠中心来追踪检查。为了疏解患者排队等候，市立安南病院上午嘛特别举行睡眠中心的启用，希望造福南部的患者。这次安南医院成立这睡眠中心，主要是针对大台南地区还有很多这个睡眠有相关障碍的病人，都还没有做到相关的检查，这样子。那有些病人甚至都还没有自觉说自己有这方面的疾病。那我们这边整合了各科，包含说精神科、神经内科，还有耳鼻喉科。那当然有一些跟肥胖相关，像减重，还有一个新陈代谢科等等的科别进来。那还有一个心脏血管。心脏血管内科等等科别进来的话，主要就是为了针对这类的病人，其实他会有很多相关的合并症，包含说像是心脏血管疾病会有可能会合并有高血压、困难控制的高血压，往往是这个在药物治疗过后反应仍然不好的病人，那有可能其实他都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没有被查出来，有些被容易忽略掉了，像是说这类病人他合并有睡眠呼吸中止症，那因为睡眠不好。那我们都知道睡眠不好，其实血压容易高了，所以这类病人往往在服用的药物的效果的这个治疗都不是很好。市立安南病院睡眠中心伫咧整合侪医疗专科，包括新陈代谢、胸腔科、心脏科、精神科、甲耳鼻喉科等，希望透过专方位，会用守护民众的健康睡眠，提供患者早日发现、早日治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再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分有时乌阴的天气，温度22度到28度，落雨球一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11月2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